遗珠的母娘。第6章，母娘替我排好茶夹。柯守野这间小客栈是伫西摩大北口无远的所在。我对伫艺人后壁爬就若像楼宫顶的二楼，遮无天棚，坐伫向街路的窗仔边，头壳强尾拄着厝顶，肩头会疼无？老母鬼若解问母娘，手敢袂疼？母娘做出双手拍鼓的优美姿势，袂疼。我还会使讲鼓，安尼就好。我甲鼓摕起来看卖，哎呀，真重呢，比你想的较重，嘛比你的骹蠓较重。母娘笑笑讲。艺人真热情，甲住共间客栈的人拍招呼，因嘛拢是一寡艺人啊，是走江湖迄类的人。西摩大道若像是遮的过路才会收。母娘摕一个东线互酷酷等入来的客栈的囡仔。我要离开柯守野的时，母娘抢大声走到门口，替我甲茶夹排好，爱带我去看电影哦。伊喙呢细声安尼讲，若像讲互家己听。下日子找一个若佚佗仔的查甫带一节路，原来到听讲是进前的区长开的一间旅馆。洗温泉浴了，我和下日子同齐食一顿鱼仔真鲜的中昼。